係啊，你冇聽錯啊！依家中國係連退咗休啊都可以享有產前檢查費用嘅報銷，即係話中國嘅生育保障係有幾咁全面先得㗎。細估唔到幾廿歲人同個80幾歲嘅媽有冇發生關係嘅？呢檔區風啫。招下大將，咁相信大家都知道一直嚟啊，咁都好多人不斷批評中國嘅福利好差啊，退休又冇保障啊，睇醫生又要錢，等。但係直到最近，咁我就發現，原來唔係嘅喎，喂！即係中國嘅長者福利都真係唔差嘅喎，就例如係65歲以上嘅長者係可以免費滑雪，95歲以上嘅長者可以免費睇病，退休人員可以免費進行產檢，以及係當你去到110歲嘅時候，每個月仲可以拎到3500蚊嘅人民幣啊！所以我都話咯，都同你講咗好多次啦，你班人唔好一日到黑就淨係識得抹黑中國先得㗎。明明中國嘅嗰啲長者福利咁好，係咪啊？就好似頭先我所講，係咪180歲？sorry，重新嚟多次先嚇。明明中國嘅嗰啲長者福利咁好，係咪啊？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喂，去110歲，哇，頂呢個肺啊，死都唔知揾咩嘅，喂，真係到180歲，每個月就有3500蚊人民幣嘞喎，咁邊個做得話中國福利唔好啊？邊個國家係可以做到啊？好啊嘛，咁所以我就你哋唔好成日踩低中國先得㗎。點解你哋成日都覺得中國冇福利咁樣啦？好簡單啫嘛，因為咁咪到180歲，然之後佢用一個係福利咯。佢啱。救命啦，真係！咁所以今日冇計啦，真係，我好嬲，我真係好嬲。即係由於實在太多人一直係咁抹黑中國，選擇性報導就係講中國唔好嘅一面。今日你哋真係唔好阻止我決定要説好中國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中國長者嘅福利。我敢保證啊，你哋聽完啊，真係會想即刻移民到去中國嗰度住㗎。閒料執埋啊，冇呃大家㗎你唔好話你哋，我未講啊，我淨係睇稿，我已經想去中國嗰度住啊，唔係講笑。咁到最後，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去分享一啲嘅個人睇法嘅，OK。咁話最近咁我就網上面發現啊，即係原來中國係有好多嘅長者福利，真係令到我大開眼界。細估唔到啊，原來中國對老人家係好成咁樣噶。咁喺度就都簡單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到底中國係有啲乜嘢隱藏嘅長者福利同埋保障呢？咁首先第一啦，就係自從喺2025年嘅11月開始，河北張家口滑雪場啊就推出65歲及以上老人免費滑雪政策，即用期為2025年嘅11月1號至到2026年嘅3月31號，手快有手慢冇，咁多位嘅中國阿婆阿爸真係唔好錯過。邊個唔怕死行前一步啊？咁而家嘅滑雪場咧，亦都係好有心啦，特別提醒咁多位嘅長者啊，滑雪屬於高風險嘅運動，需要喺遊樂中心購買滑雪保險之後，先可以享有免費滑雪權益。咁亦即係話唔係完全免費噶，都係要買保險嘅。咁而我已經幫你哋 check 過噶啦，保險費就即係收你哋20蚊，一嚿水都唔使，點解陰公真係，都算係咁啦。咁再加上滑雪場嘅工作人員啊，亦都表示，嚟滑雪年齡最大係有大約70歲，仲要日日嚟。且滑雪場裏邊出事最多嘅都係啲唔熟悉滑雪運動嘅年輕人，而老人咧反而唔會嘅喎。聽完係咪即刻放心晒，然後好想衝去滑雪咧？係咪啊？我有記咗。咁第二就係自從喺2026年嘅1月1號開始，為咗落實國家以及係北京有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嘅體系，咁所以中國政府就將會全面提高各類醫保參保人員嘅產前檢查費用嘅保障水平。咁首先第一就係提高生育保險產前檢查費嘅報銷標準，第二就係新增靈活就業、退休人員、參保居民等3類嘅人員產前檢查醫療費用嘅報銷。係啊，你冇聽錯啊！依家中國係連退咗休啊都可以享有產前檢查費用嘅報銷，即係話中國嘅生育保障係有幾咁全面先得㗎。嗱，你唔好以為真係用唔到啊！咁根據中國法定嘅退休年齡啊，中國女性正常退休嘅年齡為50至55歲。咁再根據中國絕經管理與絕經激素治療指南2023年版就指出，約有90% 嘅中國女性啊喺45至55歲之間絕經，亦即係話只要你由退休嗰一刻開始，日日有心唔怕遲，都一樣係有機會懷孕生 BB， 再攞埋國家福利。喺呢個時間啱好啊！每一個細節我都計算埋嘅，我哋無話可說吧。咁所以咁多位嘅阿叔阿伯啦，準備好為國家付出未啊？夠鐘起身屌閪啦！咁到第三個福利啦，就係喺2023年嘅11月22號，中國四川啊就調整咗高齡嘅津貼，即刻令到一大班嘅中國人啊，依家越長壽就越幸福。咁因為根據文件顯示，依家中國人啊，只要你去到80至89歲，每個月就可以拎到30蚊人民幣；90至99歲咧，每個月就可以拎到100蚊人民幣；100至105歲咧，
每個月就可以拎1500蚊人民幣；106至到109歲咧，每個月就拎到2500蚊人民幣。咁如果你係去到110歲以上啦，你每個月係可以拎成3500蚊人民幣添嘛，陰公咪真係。你真係我睇發達都知。咁而好消息，好消息。咁我上網翻查過資料，咁根據中國大陸學界就發表過研究嘅論文指出，2020年中國100歲以上嘅老年人口係達到11.9萬人，正式超越美國，成為全球100歲以上嘅老年人口最多嘅國家。咁而且110歲嘅老人啊，大約係每1000名嘅8歲老人就可能產生一位。咁以此推計，中國保守估計啊，都有大約119位老人係可以拎到最高3500蚊人民幣一個月，可以話完全冇難度㗎。咁再加上根據民間傳說，中國有一個人叫做李青雲，係曾經去到，哇，頂你個肺啊，係去到成256歲。咁所以如果按照現今中國嘅高齡津貼啊，佢真係打跛腳都唔使憂㗎啦。咁因為我應該係計過，即係基本上啊，佢係可以拎到一共6417600蚊嘅人民幣啊，真係羨慕死人啊！咁最後第4季福利就係原來早喺2012年嘅時候啊，北京就已經推出一個嘅老人福利，但凡95歲以上嘅長者睇病係免費㗎。咁所以你班人成日吹到話台灣嘅健保有幾好咁樣，咁之但係根本就係你哋冇了解過中國嘅醫療制度，係以為中國乜都冇。咁依家你哋見到啦，唔好再成日抹黑中國啦，好冇？咁首先第一啦，咁認真回應翻啦，咁就係睇翻剛才嘅嗰啲中國長者福利啊，咁其實有一啲都常見嘅，即就例如65歲以上嘅長者係可以免費滑雪咁，即其實唔單止係中國，世界各地有好多嘅地方都有相似嘅優惠，就例如係美國咁樣，咁都有好多嘅滑雪場係免費俾長者滑雪，又或者係我之前去日本北海道滑雪咁樣，都有分成人票同埋長者票，長者滑雪係可以享有優惠噶。咁而我認為個重點係在於呢一啲優惠就只係 bonus 而唔係長者嘅必需品，即係如果有個國家本身有一個好完善嘅長者保障制度，咁有一啲滑雪場嘅長者優惠其實都唔係啲咩壞事嚟噶。咁但係如果一個國家本身長者保障嘅制度已經成為屎咁樣嘅時候咧，再多一啲咁嘅優惠對長者而言啊，都係冇一個好實際同埋有效嘅幫助。咁始終一個長者，即係你試下問下佢哋啦，到底佢哋想要免費嘅滑雪啦，定還是係要免費嘅醫療福利啊？99.9999% 嘅長者都係想要免費嘅醫療福利啦，係嘛？尤其是仲要係滑雪本身係一個高危嘅運動。當你喺中國真係滑雪出咗啲乜嘢事嘅時候，係啊有保險啊，冇問題啊。但係你哋個醫療制度係廢啊，就算你買咗保險又有鳩用咩？呢一個即係真正嘅問題啊嘛。手術成功，不過病人釘咗。咁再第二啦，就係想回應埋其餘嘅嗰啲中國長者福利，基本上都係笑話嚟嘅。大佬，退休人員係可以享有免費嘅產前檢查喎，傻傻地嘅乜？一班人基本上都停咗經啦，仲生到 B 咩？所以你中國推埋一啲咁嘅政策把撚啊，好話唔好聽，一啲根本就係面子工程，即係俾人睇上去啊，就好似係中國嘅生育保障好全面咁樣。但係小喇叭裏邊嘅嗰啲內容根本就係不切實際，形同虛設，冇嘢揾嘢嚟搞嘅。我再衰啲咁諗啦，你整多樣嘢出嚟，咪可以 cam 多一筆錢咯，係嘛？心照啦。最諷刺嘅就係你依家居然係鼓勵嗰班退休嘅人士再生育，咁而你計翻個歲數喎，其實一班人大部分正就係經歷過中國當年嘅一孩政策。嗰陣人哋想生咧，你又唔俾人生。我仲好記得以前聽嗰位中國親戚講過，就係你當年一孩政策嘅時候啊，你試下俾嗰啲公安發現你抬住第二個嘅 B 啊，即刻拉你，然之後落咗個仔佢啊！即係當年啊，都唔知有幾多嘅中國婦女俾你搞有心理陰影添啊！今日依家咧，你哋居然係厚顏無恥同佢哋去講。現在國家給你們再生小孩了，是不是對你們很好啊？你們現在退休沒有東西可以做，那就生小孩吧。小孩很可愛的，為國家付出努力貢獻。忽忽地嘅，即係你話一個政權係有幾咁撲街先可以做得出一啲咁嘅行為啊？咁再之後啦，就係嗰個110歲係可以拎到3500蚊人民幣一個月，咁呢個更加唔使講啦，一聽就知道係笑話嚟啦，係嘛？喂，大佬，你成80歲先俾人哋一個月拎30蚊人民幣。去到110歲啊，先攞到最多3500蚊人民幣，咁我不如打劫好過啦，真係。咁係啊嘛，你試諗下啦，成功嘅就可以安享晚年，失敗嘅又可以坐監包你食宿，喂，何樂而不為啫？係咪啊？我覺得冇道理先，係咪好過攞你一啲咁嘅爛閪長者津貼啊？哇，咪真係仲慘過做乞衣咁樣，80歲先得個30蚊一個月喎，挑嗱聲啊真係。咁最後啦，就係嗰個95歲以上嘅長者係可以免費睇病，但係屌你個老味，你自己睇
睇下啦，根據新華社嘅報道啊，中國人嘅人均年齡就只係得78.6歲，咁你仲講咩？95歲以上嘅係可以免費睇病啫，即係衰啲講句啊，未到80歲都已經走咗去買鹹蛋啦，講真。死咗啦！咁所以中國而言啊，中國一啲所謂嘅長者福利根本就等同除褲放屁咁樣，即情況就好似係100歲嘅長者係可以免費滑浪風帆，3歲以下嘅小童係可以免費走去跳高。點樣啊？聽完係咪真係覺得中國一啲所謂嘅長者福利有少少戇鳩咧？咁咁咪做先。咁多位觀眾聽完之後，係咪即刻好想移民到去中國嗰度生活，享受一啲退休老人嘅保障福利啦？黐線，一啲咁嘅福利同我要埋佢啦。係啊，我有講過話去中國啦，但係一個中國啊嘛，大家千祈唔好有咩誤會啊！黃師傅，喂，我出去先啦，你慢慢踎啦，出嚟再搵我啦，保重啦！咁坦白講句啊，即係如果你真係想睇下究竟邊一啲嘅國家佢嘅長者福利同埋保障係好嘅話啦，咁你咪睇下嗰班中國人，尤其是係嗰班有錢人退休之後係走咗去邊一個國家嗰度享福，咪知道啦。唔使講咁多啦，係咪啊？數字係最實際嘅，身體係最誠實嘅，就係咁。咁咪就啦。咁先帶到一件事咁睇咧，咁有趣觀眾亦不妨下面就分享啦。咁多個追評咧，上面subscribe 咗冇俾嘅一個鐘針係接受搶先收睇，拜拜。點解咧呢個薯條？係啊，邊度啲貓係咁樣瞓覺啊？你話你真係㗎，你出對你唔好話係我教你啊嚇！我哋而家教你咁樣瞓覺都有嘅，有擘大個春袋咁樣俾人睇視晒啦！依家係咪啊？薯條真係正常少少得唔得啊？你唔好成日咁標奇立異啦，好唔好？你真係啊，都唔係啲觀眾啦，點解咁中意薯條？你睇佢。唔好教啊！你話俾你聽，教咗你幾年，你都係咁嘅樣嘅你。我想問係咪馬來西亞嘅貓都係咁樣定係點樣啦？你而家係咪有馬來西亞嘅 DNA 啊？係咪啊？